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師。今日要教大家合拍步圖。今日要學嘅新嘅動作，注意下哦。然後就會腳往前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上數老腳喺不同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學會嘛？一隻動作非常的簡單，準備咯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強用下到你喺跳舞嘅時候，身體會撐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的好。再來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嘅時候，記得前面一隻腳跟不能放到地板上，腳掌撐住地板。看清楚來了哦，1、2、3、4，腳掌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咯，豎起起來的時候，身體會往另外一邊撐開。1、2，往一邊上，3、4，下來，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來，然後就會加一細細的絲襪，繞另外一邊，身體一樣撐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後就會腳往斜角去，準備咯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側面本大家看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要記得身體要撐開來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的好，記得咯，師傅強用有一絲絲的握拳呢。1、2，往片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咯，然後就師傅在握拳的時候咧，肩膀要定住，肩膀不能亂動。鼓手然後握拳的時候，要隻拳呢將會比較明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上數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做到當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然後就強用之前的課程有學過 wave， 唔過一隻 wave 咧，我較夾到嘅，體質係慢呢。1、2、3、4，總共4拍，彎片下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加速5、6、7、8。有學會嘛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。然後就在做wave的時候咧，身體第一隻動作四拍的時候，較慢啲嘅，1、2、3、4。加速的時候，動作冇按太5、6、7、8。唔過人嘅眼神都會看前頭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
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好唔嘛？俺就要從第一隻動作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wave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睇佢會接起來冇？再來一擺哦。準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俺就會複習上一擺嘅動作，從麻花開始。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把拳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根本嘅咧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把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俺就會加快速度，準備哦。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加快速度誒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把拳呢？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來俺就愛平安來練習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最後一擺，加油哦！調整呼吸哦，準備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當好哦。見唔見俺哋嘅舞蹈課程都一片，希望大家，拜拜。